今次介紹嘅行山路線係 A10涌經沙螺出大澳，行程分兩段，由港鐵東涌站出發，途經侯王宮、沙螺灣、深屈等地點，至終點大澳。路線全程約14.2公里，攀升高度約730米，下降高度約730米，全程需時約4.5小時。難度評級為2級，屬普通難行路線。至於裝備方面，建議穿着有護畫同埋抓地力較強嘅行山鞋，並攜帶輔助器具如行山手杖等，有需要時使用。起點港鐵東涌站，可以乘搭鐵路前往。行程結束之後，大家可以乘搭新大嶼山巴士路線11號前往東涌巴士總站搭車離開。此路線全程設有補給站、休憩設施同埋洗手間，但仍然建議大家出發前準備足夠乾糧同埋食水。行程第一段：東涌、侯王宮、沙螺灣。喺港鐵東涌站 A1 出口右轉，經過的士站，喺行人過路處過馬路後右轉，行至另一個過路處過馬路後左轉，經過東涌消防局同埋警署之後右轉，沿裕東路前行，登上行人天橋，並按指示往侯王宮方向前行。冇幾耐右轉，進入東澳古道，喺下坡盡頭右轉，再靠左前行，喺分岔路靠右行，經過洗手間同埋休憩設施，再向前行冇幾耐就係侯王宮啦。東涌侯王宮建於清朝乾隆30年，供奉住南宋名臣楊亮節，而家被列為香港嘅2級歷史建築。經過東涌康樂中心，走過侯王橋，喺分岔路右轉，前行至雪心亭，可以喺呢度稍作休息。進入汕頭村，按路牌指示右轉，往大澳方向前行。冇幾遠會有洗手間。喺分岔路按路牌指示靠右行，繼續前往大澳。途中會經過觀景台，可以喺呢度遠眺香港國際機場。向前行見到路牌左轉，繼續前行就會到達沙螺灣。行程第二段：沙螺灣、深屈、大澳。繼續前行，左轉進入沙螺灣村，村內設有洗手間同埋休憩設施。沿東澳古道前行，喺分岔路按路牌指示靠左行，前往大澳。冇幾耐會有洗手間，之後沿斜坡上行，經過深石徑，喺分岔路靠右行，就會見到流動洗手間。沿右方小路行至碼頭，可以喺呢度飽覽深屈灣嘅宜人景色，同埋遠望港珠澳大橋。折返東澳古道前行，冇幾耐就會到達深屈。呢度有士多可供大家補給。前行至路口，按路牌指示右轉進入小徑，繼續前往大澳。途經分岔路靠左行，沿途亦都可以眺望屹立喺大海上面嘅港珠澳大橋。之後混凝土路會接上山路，部分路段崎嶇不平，請務必小心。經過觀景台，繼續前行至渝北界碑路牌，左轉10級而上，梯級嘅盡頭就係渝北界碑。
此碑樹立於1902年，而表明大嶼山已經租借俾英國。喺分岔路靠右繼續前行，按指示穿過小巷，走過新基大橋，抵達大澳市集，自分岔路左轉，就會到達今日行程嘅終點大澳。大澳係一個歷史悠久嘅漁村，以獨特嘅棚屋聞名。市集內亦都有多款傳統嘅街頭小食同埋特產出售。走過大澳橋，穿過大澳市集，左轉繼續前行，再靠右行上石級，就會到達大澳巴士總站。呢度都會有洗手間。大家可以乘搭新大嶼山巴士路線11號前往東涌巴士總站搭車離開，車程大約50分鐘。今次行程亦都結束。如果你嘅智能電話已經安裝可以使用 GPX 檔案嘅相關遠足應用程式，可以掃描畫面顯示嘅二維碼，下載 A10 涌經沙螺出大澳嘅路線資料，或者瀏覽行山樂網頁獲取更多遠足資訊。行山有益身心，但保護大自然同樣重要。請謹記無痕山林7大法則。